踏入2026年，如果你仲以為高學歷、勤力同埋專業係你嘅護城河，我話你聽，你其實死得仲快。由美國科技巨頭到華爾街大行，連 HSBC 裁員潮都只係開始。當公司進入生存模式，AI 寫 code 同計數快你100倍，憑咩留低嗰個係你？或者憑咩請你？喺我多年 IBM 面試經驗，我見過無數名牌大學或者 Master、PhD 答 technical 答到好完美，但喺我眼中，佢哋只係反應慢嘅人肉 ChatGPT。如果你仲追求緊正確答案，最快被淘汰嘅就係你。正如我上一集講過，AI 贏在速度，你贏在深度。如果你只係鬥快鬥準，你永遠贏唔過部 AI。仲返緊工嘅你，又或者揾緊工嘅你，仲想喺呢個殘酷嘅 AI 時代生存落去？嚟緊呢幾集，我直接分享一套 iBank 實戰攻略。第一步，你個腦就要先換血，所以今集會先教你點樣用 CEO 思維反客為主，由一件隨時被 AI 取代嘅犧牲品，翻身做老細，跪求你留低嘅新時代價值資產。我係投行爸爸，呢套 AI 生存攻略你喺出面好難揾到嘅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頭先講嘅 PhD， 你以為只係講緊面試？錯啦，你依家個老細心入面其實都係咁諗緊。喺2026年，職場嘅遊戲規則已經被徹底改寫成兩大殘酷現實。第一， headcount 已經變咗稀缺資源。以前有人走，公司會補位；依家有人走，公司會叫你用 AI 做埋佢。當公司進入生存模式，得返最後一個位嘅時候，你覺得老細會揀個合格嘅人，定係一個120分一入場就即刻幫佢解決問題嘅 top performer 呢？如果你只係合格，點解佢仲要你留喺度？第二，AI 帶嚟嘅係降維打擊。好多打工仔仲以為做嘢快、專業 Excel 叻就得。Sorry，AI 寫 code 同計數快你100倍，仲唔使出糧。呢啲純技術嘅價值正在歸零。管理層唔再需要一個人肉操作員，佢哋要嘅係一個有大局觀、識得駕馭 AI 嘅 AI CEO。亦都好似港姐冠軍麥明詩話齋，我考試係幾叻，但唔係唯一標準。喺2026年，如果你仲追求緊嗰種10A 狀元式嘅正確答案，你同 AI 硬碰硬，你根本就係揀錯方向。因為 AI 識答問題，但 AI 永遠唔識定義問題。邊個識指揮工具，邊個先有議價能力。所以面試官或者你老細，其實唔係想請或者留低一個助理，佢哋係想要一個有靈魂嘅 partner， 一個識得用 AI 幫佢解決問題嘅人。咁實際上點樣喺面試或者開會嗰20至30分鐘入面展示呢套最值錢嘅思維？我哋即刻拆解實戰做法。講咗咁耐，到底咩叫 CEO mindset？ 係唔係要做啲咩驚天動地嘅事？其實唔係。喺2026年，呢套思維係一個由底層出發嘅連鎖反應。如果你個腦冇呢套 logic， 你做得幾勤力都只係一件零件。呢套反應有4個關鍵。第一， first principle， 拆解本質，即係唔好睇表面，要睇底牌，拆開晒啲廢話，要問自己呢件事最核心係要做乜。例如老細叫你做 project， 零件人會即刻下資料。CEO 思維會諗，老細係想考我哋嘅知識，定係想睇我哋嘅創意？第二， critical thinking， 簡單啲可以叫做垃圾分類，即係唔好人云亦云，包括 AI 質疑資訊，要問自己呢個答案有冇過時？老細之前教嘅方法係咪仲有用？例如 ChatGPT 俾咗個 pen 你要諗佢用嘅係上年嘅數據定係而家嘅實況呢？第三， challenge status quo， 敢於不同。即係睇到舊方法係廢嘅，就大膽改咗佢。例如團隊每星期花5個鐘整50頁 PDF 報表，但你見到老細其實只係睇其中2頁，因為其他頁數其實已經唔啱用。NPC 做法乖乖照做，甚至加班整埋嗰48頁廢紙，因為照跟最安全。AI CEO 做法主動同老細講，我發現核心指標只有 X 同 Y， 我整咗個一版睇晒嘅動態 dashboard， 以後唔使再整50頁 PDF， 每週幫團隊慳返5個鐘。第四， adaptability， 動態變陣，即係唔好死板，要靈活。世界變你就變，遇到突發嘢即刻 plan B。例如公司舉辦年度大型活動，你負責請一隊 band 嚟表演，
點知開場前10分鐘主音突然失聲，全場500個客等緊。NPC 做法，瘋狂打電話俾經理人，然後同老細講無計，主音唱唔到，要取消表演，最後全場冷場。心諗我已經盡咗力，係天意。AI CEO 做法，即刻叫樂隊轉做純音樂，同時聯絡現場一位口才好嘅嘉賓上去玩互動 talk show jam 歌，甚至利用 AI 即時將歌詞變做屏幕上嘅感人文字。流程係死嘅，全場氣氛先係真。AI 識行流程，但 AI 永遠唔識由零開始拆解本質。依串連鎖反應先係你最值錢嘅人性。聽落會唔會仲係有啲抽象？我俾個真實嘅投行例子，你或者如果面試時出現類似問題，呢個係 Junior 最容易穿崩嘅位啊。場景係咁嘅，你每日放工前都要出 Risk Revenue Report。有一日市場極度動盪，成個 Trading Floor 亂晒大龍。老細中午突然衝埋嚟，你到位叫你提早1個鐘交，偏偏呢個時候系統故障，啲數據亂晒，你會點做？ NPC 思維，佢會好驚，心諗死啦，唔準時交實俾人鬧，結果夾硬準時 send，博老細睇唔到。呢種人喺2026年係第一批被淘汰嘅，因為你提供緊錯誤嘅數據。工具人思維，佢會好執着。心諗我要 check 到準一準先交得，做專業人士要嚴謹。結果遲咗1個鐘，當你交份 perfect report 嗰陣，老細已經因為冇數據做 decision，輸咗幾千萬。喺高端職場，依2選1係低級錯誤。咁 AI CEO 會點樣用嗰4部曲主導局勢呢？第一 ，first principle， 你要即刻諗，老細依家要份 report 嘅本質係乜？平時係交功課，今日係救命。第二 ，critical thinking， 你判斷系統數據唔準，如果你盲目跟機出 report， 你唔係幫人，係害死公司。第三 ，challenge status quo， 你要打破一定要出完整版呢個心理關口。第四 ，adaptability， 你要即刻將資源放喺最急嘅地方。所以你要做嘅嘢其實係直接行去老細面前，或者即刻 send 條 message 俾佢。老細，我知你急住要份 report。但係今日系統出咗問題，完整版會遲。而家先 send 核心嘅 risk data 俾你做決策先，有冇問題？其餘細數我稍後補上。呢個動作證明你唔係俾系統牽住走，你先係個指揮官。仲有，記住呢句投行金句：管理預期比起盲目準時更重要。如果你覺得投行例子太遠啦，我只係想喺2026年延份工生存啫。我俾一個真人真事你參考一下。最近新聞透視訪問咗一個23歲女仔叫 Wanika， 佢 graphic design 畢業變咗半年工，投咗幾百封 CV 都冇回音。呢種不被需要嘅感覺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感同身受。最後佢去咗間 cafe 做兼職。如果佢用 NPC 模式，佢會每日準時返工，沖咖啡、抹台。如果佢咁做，佢只係一個隨時可以俾 AI 或者平價勞工取代嘅零件。佢嘅命運就係等緊間鋪執笠或者俾人炒，但係 Wanika 用咗 CEO 思維嘅連鎖反應，佢完成咗一次職場反客為主。第一 ，first principle， 佢冇將自己當成兼職，佢直接問一間鋪頭生存嘅本質係咩？答案唔單止係咖啡好唔好飲，而係盈利。既然本質係盈利，咁所有能增加盈利嘅嘢都係佢可以發揮嘅地方。第二，critical thinking， 佢會觀察點解啲客入嚟飲完就走呢？係咪因為品牌感唔夠？佢質疑現狀係咪只要沖好咖啡就夠？佢發現咗鋪頭設計同 promotion 係完全冇做過。第三 ，challenge status quo， 呢個最難。作為一個兼職，佢竟然咁主動向老細提出，我幫你搞埋產品設計同 marketing 啦。佢將自己個 position 由人工支出 cost 變做咗生意引擎 asset。第四 adaptability， 雖然佢唔到全職設計師份工，但係佢冇喺屋企自怨自艾，佢即刻將依間 cafe 變做佢嘅實戰場景。結果係點？佢一手包辦晒成間鋪嘅產品設計同宣傳。佢證明咗 AI 識沖咖啡，識做基本 design， 但 AI 永遠唔會觀察到一間鋪頭嘅經營困境，再主動提出解決方案。無論你係咪緊工定返緊工，如果你仲係等指令等 SOP， 你隨時會被淘汰。
但如果你識得由公司嘅本質需求出發去創造價值，你先至擁有 AI 取代唔到嘅議價能力。聽完呢套攻略，你要清醒，2026年嘅職場只剩翻兩種人，一種係為系統打工，等住被格式化嘅職場 NPC， 另一種係睇穿規則，將自己變成核心決策資產嘅1% 精英。你想做個隨時被 delete 嘅負責人，定係主導局勢嘅決策者？問自己一個殘酷嘅問題。撇除你個學歷、你張名片、你個職位，如果你聽日就被系統淘汰咗，你仲剩返啲咩係不可或缺嘅？名銜同埋學歷都只係一張會過期嘅支票，真正帶得走嘅財富係你點樣利用 AI 去放大你作為人嘅判斷力。答唔出，咁即係你其實係喺潮退中裸泳緊。裁員潮我哋阻止唔到，但你可以掌控自己點樣覺醒。如果你喺職場或者求職裏面遇到任何死局，歡迎留言話我聽，我親自幫你拆解。我哋唔係要內卷，我哋係要一齊覺醒。撳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仲係 NPC 嘅朋友，幫佢脫離苦海。我係投行爸爸，今集講咗換腦，但單靠思維仲未夠。下一集我哋講溝通與關係 Communication Trust， 教你建立一套 AI 模擬唔到嘅實體信任。如果思維係你嘅引擎，咁溝通就係你嘅最強武器。我哋下一集見。